大家好，今日嘅福音講耶穌對世人嘅憐憫，同埋佢點樣將使命交俾門徒，對我哋今日嘅生活好有啟發。我哋一齊聽聽呢一段經文。那時候，耶穌一見到群眾，就對他們動了慈心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好像沒有牧人的羊。於是耶穌對自己的門徒說：莊稼多，工人少，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割他的莊稼。耶穌將他的12門徒叫來，授予他們制服邪魔的權柄，可以驅逐邪魔，醫治各種病症、各種疾苦。這是12宗徒的名字。第一個是稱為伯多祿的西門，和他的兄弟安德肋，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，和他的弟弟若望，斐理伯和巴爾多祿謀，多默和稅吏，馬竇，阿爾費的兒子雅各伯和達陡，熱誠者西門，和負賣耶穌的猶達斯伊斯加略。耶穌派遣這12人，囑咐他們說：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，撒瑪黎雅人的城你們不要進，你們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裏去。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：天國臨近了。病人你們要治好，死人你們要復活，麻風病人你們要潔淨，魔鬼你們要驅逐。你們白白得來的，也要白白分施。呢段經文跨越2個章節，俾咗我哋好多做基督徒嘅啟示。首先，耶穌見到啲群眾好困苦，無依無靠，就好似冇咗牧人嘅羊群咁。耶穌見到每一個迷失方向嘅人。我哋呢？面對身邊啲社會邊緣人、病緊嘅人，或者心靈迷茫嘅人，我哋係咪會冷眼旁觀，定係好似耶穌咁深受觸動，願意伸出援手？真正嘅憐憫唔係淨係得個可憐嘅感覺，而係要將呢份感覺化為實際嘅愛同服務。冇牧人嘅羊群提醒我哋，喺呢個複雜嘅世界，每個人都有脆弱嘅時候，都需要人引導。無論係信仰路上定係日常生活，我哋都有過困惑、絕望或者迷失嘅時刻。承認自己軟弱並唔丟人，因為我哋都需要基督嘅擁抱，尋求佢嘅牧養。同時，我哋都可以做其他人嘅牧人，喺身邊人嘅生活入面帶嚟改變同指引。耶穌唔單止對群眾動慈心，仲呼召門徒賜權柄，俾佢哋去驅趕魔鬼、醫病，派佢哋出去宣講天國嘅來臨。耶穌嘅憐憫推動佢付諸行動，佢對迷失者嘅關懷亦都激勵我哋，唔好淨係得個同情心，要實際去做。教友被呼召去做耶穌嘅雙手同雙腳。當我哋見到別人身體痛苦、情感困擾或者靈性上嘅困惑嘅時候，我哋嘅回應應該要同耶穌嘅回應呼應。呢樣需要我哋培養同理心，勇敢行入社區，為呢個世界帶來和好，做團結共融嘅酵母。耶穌賜權柄俾門徒，但呢種權柄嘅本質係愛同服侍，唔係統治。正如教宗良14世強調，真正嘅權威在於基督嘅愛。我哋唔好跌入做高高在上嘅頭目，或者單槍匹馬嘅領路人嘅誘惑，而係要服侍弟兄姊妹嘅信仰，同佢哋一齊行。無論係教會團體定係社會服務，我哋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嘅動機。我哋係為咗彰顯自己優越，追求權力，定係好似耶穌咁，用謙卑同捨己嘅態度去服侍人？通常最謙卑、最捨己嘅人，先至最似基督，亦都最能傳遞福音嘅希望。總括嚟講，呢段經文呼召我哋喺呢個充滿挑戰同不和諧嘅時代，保持一顆柔軟嘅心。我哋唔單止要尋求基督嘅牧養，更要帶着佢嘅愛同恩典，主動行向嗰啲困苦無依嘅人，做傳遞和平同希望嘅使者。等我哋一齊努力，將耶穌嘅愛同使命傳俾更多人。